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11月5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这两天一篇报告在网上比较火，咱们也说过一次两次什么报告呢？就是中国银行研究院发布的《中国经济金融展望报告》。它这个报告里面提到了当前全国平均住房融断供率为 3.7%， 较2022年已翻倍。这个格隆会11月4号对这个报告做了一个报道，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2025年第四季度这一期里面说，报告中提到房地产市场供需两端压力仍然较大，需求端房贷断供率有所上升。科尔瑞发布的2025年中国城市住房断供率研究显示，当前全国平均住房断供率为 3.7%， 高于2022年的 1.6%， 在部分3、4线城市断供率甚至超过了 5%， 这既由居民就业质量下降等原因，也与房价持续下跌、部分房子市值跌破贷款余额相关。这个咱们前几期节目前几天都说过了它下面还有，它说同时法拍房市场挂牌数量仍处于高位，成交量价齐跌。中指法拍数据库监测显示2025年上半年全国法拍住宅挂牌数量为17万套，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成交 5.1 万套，成交数量同比减少 2.3%， 成交均价8817元每平米，同比下降 7.8%， 成交折价率小幅上升，说明这个法拍房形势也不容乐观，就是法拍房越来越多，17万套这挂牌的，成交是 5.1 万套，就是挂牌的越来越多，成交反而越来越少，然后成交价还越来越便宜，折扣率还越来越高，这一切都显示这个楼市就是卖不动，需求端不旺盛嘛，还有很多人断供断供的越多，法拍的就越多对吧？他们之间都是相互关联的。然后他说供给端说房企债务问题依然严峻，一是融资规模总体仍呈收缩态势，二是债务到期高峰来临，债务重组步伐加快。2025年以来，房企债务重组，尤其是境外债务重组步伐明显加快，总体呈现出削债比例提高、展期时长延长、票息率降低等趋势。债转股正逐步成为房企化债主要工具。债转股什么意思本来我只是借钱给你，现在被迫成为股东，这叫债转股。既然是股东，那这个钱就不用还了，这叫化债。这个咱们节目也一直说恒大暴雷以来，这个房企实际上日子是一天比一天难过，归根结底就是房子卖不掉。说来说去就这么一个原因，只要这个房子卖不掉，那后面这些房企挨个的都要接受生与死的考验，对吧？你比如说这个保利妥妥的一哥自从这个恒大碧桂园、融创暴雷了嘛，保利就成了一哥了结果第三季度是不是暴亏很有可能今年保利的这个年报变成亏损都有可能一切都是房子不好卖，房子去化难。你说保利它是这个央企，韭菜不至于说担心保利的房子烂尾吧？你保利到目前为止房子还没有烂尾的卖不动归卖不动，它并没有烂尾的房子。那万科呢，对吧？作为这个标杆万科一度是咱们中国房地产行业里面的标杆，三好学生。结果呢，现在一看都是金玉其表，败絮其中那万科是更惨今年前3季度一共才卖2000亿，好像就这么多吧前3季度是1000亿1000亿什么概念呢？就是万科最火的时候应该是2021年或者20年，就是高峰期它一个月是600亿或者是700亿，大概就是附近一个月现在它3个季度才1000亿，也就是现在这个万科的销售是过去高峰期的1/3，大概就这么个水平。那你说它怎么自救关键是它这是一路下滑，并没有止住说2025年它已经止住了对吧？不是这样子的，它还在下滑。所以连这个深圳地铁现在都开始准备拔管子了。前几天深圳地铁万科不是发了公告吗？那个公告实际上就是预拔管，准备拔管子，实在不行就拔了吧。很多人看不懂以为这个深圳地铁又给万科220亿，不是这样子的他是给万科的220亿，他以前他已经给万科提供了贷款，2025年他不每个月都有一笔吗？好像是这些贷款有的这个没有抵押物，没有担保，就是没有这个风控，没有做足，应该这么理解。这一次呢，要求万科一把给他做足了，
该抵押抵押，该担保担保，然后你那个抵押物有瑕疵，你还必须把它处理掉。然后到现在为止，现在还剩22亿这个额度，就是万科还可以借22亿。那你看这个是收紧还是要大力救这个万科？这个就像一个债权人，对吧？到这个欠债的家里去，说我这个借给你那些钱啊，以前都没办手续，都没抵押什么东西，或者抵押东西不够，我现在再把你们家这个电视机啊、门呐给卸掉，带回去压上，被子抱回去，猪转的猪牵走，这东西银行都看不上的，但是没办法，对吧？这个大股东没招啊，只能这么干。这不就说明这个大股东恐怕也是预感的不妙了啊，烟灰缸也要往回拿，实际上就准备后事吧。我个人觉得啊，你看那样子，如果真要救万科，你咣当一下给了个400亿额度，对吧？让这个全市场都放心，对吧？有的是钱，这个是啊，供给端这压力是越来越大啊，越救啊越惨。这个说到万科啊，这万科的前董事长王石啊又表态了啊，说这个11月4号，王石啊再度发声，在哪儿发的声不知道啊，说强调楼市短期内难以回暖，调整至少需要3到5年，而且行业将迎大洗牌，高负债房企会被淘汰，房价大概率软着陆，即通过政策引导与市场调节实现平稳过渡，房价以平缓速度逐步下降，或进入稳定平台期，而非断崖式暴跌，以此挤压泡沫，化解金融风险，避免系统性危机。这王石这说法，高负债的房企啊就要被淘汰，那万科呢？万科算高负债还是不算高负债呢？房地产行业迎来大洗牌，是不是王石也认为这个万科没救了，要被淘汰？第二个，他说房价软着陆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下台阶啊。实际上这个大家都懂啊，让你从3楼啊直接跳下来，你肯定摔死了，不死也重伤。但是让你对吧，顺着楼梯下来，哎，没事，不就这意思吗？这叫平稳着陆啊，这叫软着陆，给你个梯子你就下来了，没事，对吧？那王石的观点就是还要3-5年的缓跌、阴跌，再跌3-5年，然后就到了这个底部平台期，这是王石的观点。不知道王石说的对还是错啊？至少他认为还要再调整3到5年嘛，接着跌。今天啊有2个新闻呢，放到一起看也很有意思啊。一个是南都湾财社报道说，深圳00后抄底香港楼市，当然深圳00后也来抄底，内地客赴港买房，10年砸下8000亿。这个说的是啊，内地的年轻人呢，00后嘛，跑到香港买房。哎，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啊，反过来的啊，叫近10万香港人到广东养老。哎，这个也很有意思吧？所以这2个新闻放一起看才有意思。一个是内地的年轻人跑香港去买房，一个是10万香港人跑到内地来养老。这个我在以前节目说过啊，是不是类似那个乡下的年轻人往城里跑，城里的老同志到乡下去？你看在这儿，在香港和内地不就实现了吗？为什么跑到内地养老啊？还是生活成本低嘛，空间大，对吧？房价也便宜。那为什么年轻人跑香港去呢？机会多一点。南都湾财社记者根据中原地产数据统计发现，他说最近10年啊，67813名内地客共花了8022亿元在香港买房。这场跨越多年的置业迁徙，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融合进程中不可忽视的经济现象。而当下香港楼市率先量价齐升，或将为中国楼市筑底回升写下新的序幕。39年的楼龄，33.3平方米的房子，没有桌椅，没有床架，更没有冰箱洗衣机，而这个房子需要付1.6万元港元的租金。说如其租这样的房子，还不如花65万，这个花600万呢，在香港买房。这是内地的年轻人啊，在香港买楼。那么这个香港人到广东养老呢，说一股北上养老的潮流正在香港兴起。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2025年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已有近10万名65岁以上香港老人在广东省定居，较10年前增长超过40%。吸引香港老人北上养老的核心动力是两地养老机构在价格和居住空间上的巨大差异，以及内地养老服务水平和居住环境持续提升。记者了解到，香港免费或价格较低的公立养老院申请入住排队时间一般都要2年左右，而自费的私立养老院费用在每月2万港元到8万港元不等。
即便是单人间或双人间，面积也都较为狭窄。相较之下，大湾区内的城市佛山、中山等地较便宜的养老机构，每月费用低至3000元。即便是位于广州的某高档品牌养老公寓，一间40平方米左右的双人间，每人最低为8000元一个月，仅为香港的1/3左右，便宜啊！大家还记得今年年初啊，这个广东的惠州吧，还其他地方是吧？传言有这个售楼处的女的对吧？一个女的跟20-30个男的谈恋爱，以谈恋爱为名啊，甚至这女的付首付，付定金啊，让这男的买房，趁机啊卖掉了30多套房。大家还记得这个新闻吧？今天啊，《新京报》啊，他对这个事又做了个报道，时隔10个月，看看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有没有什么新进展？这个《新京报》这标题叫“32个假男友为离婚女人定制买房陷阱”，说这是2025年1月，一个36岁的女人爬上山东威海某小区11层的楼顶，场面一度混乱，消防车、救护车、警车都来了，有人急促的叫喊，叫她冷静，但她的哭声更大了。这是威海南海新区一处新楼盘，天台没有栏杆，她吓得腿软，嘴里却喊着我要跳下去。实际上她是害怕是吧？不想跳的，她只是威胁，都是演的。爬上去前，她联络了一个姐妹报警，瞅准大家都来的时候，她哭了2个小时，最终她胜利了，就是她得逞了啊！怎么得逞了呢？逼着房产商把她新买的房退了。寒风中的眼泪也不全是演的，说这几个月她输得一塌糊涂，谈了一场如梦似幻的恋爱，等到钱被榨干，男人不见了，梦才醒了。后来她找到了更多同病相怜的姐妹，她们来自全国不同的城市，都是离异女性，都为了最后一次内心的什么冲动啊，在威海买一套根本不想要的房子。那这个说的跟惠州正好反过来啊，惠州是女销售骗那些码农，深圳的码农，这个看的是威海的男销售啊，骗这些离异中年妇女啊，你说这叫什么事？说赌一把5万块的吴传丽是这些离异女性中的一个，47岁，说话干脆，做过服装外贸，有过2任丈夫，一个说不到一块去，一个拿走她20万和一套房子。离婚后，她的情感几近荒芜，再也不敢相信爱情。直到2023年7月4号，一个完美男人传入她的生活。男人叫张少康，是在婚恋网站认识的，加上微信后，他发了一段带身份证的自我介绍。他自称生于1978年，江苏人，老家有2套房，目前在威海从事市政工程。当晚，张少康发来了视频请求，他们聊了14分钟。接下来几天，张少康每天问他在干嘛，吃了饭没有，给他寄水果，用视频带他看海。他密不透风的心被一点点挤出缝隙。这个月底啊，吴传丽去了威海，张少康带他看海，给他做海鲜。一个晚上，他把手机里的照片和朋友圈动态翻出来，一幕幕向他展示过往悲惨的人生：前妻癌症，女儿车祸，双双离开人世。他陷入了几年的抑郁伤痛，整日喝酒买醉。谈到他老婆的治病时，眼泪哗啦流。这东西还能造假吗？谁会拿这个事来开玩笑？这一刻，吴传丽啊，彻底沦陷。一个男人能把如此脆弱的一面袒露给他，他必须被拯救。让他更沦陷的还有他未来的规划里不但有他，还有他的孩子。他说自己的孩子不在了，一定会把他2个孩子当做自己的。就这个吴传丽不是离婚了，不还带孩子吗？这个销售不容易啊，为了卖房子，什么手段都要用啊。在威海的第3天，张少康说有朋友来威海投资，想在那儿买一套房，要不要一起去看看？你看，就把他骗到这个暗场去了啊。很自然的，他无意中接收到了数着真假难辨的信息。威海的南海新区发展前景可观，很多市值几十亿的上市公司在那里开工厂，那里将成为国家的新特区。那天晚上，张少康非常严肃地告诉他，想在威海买一套属于他们2个人的房子，他建议一人出1半定金。他说钱不重要，重要的是表达诚意。房子定了，关系也就定了。他只觉得恍惚，就跟做梦似的，心还没有确定下来，怎么突然就要买房了？他不想买，说自己已有2套房，但有很多力量推着他走。张少康朋友说啊，嫂子你就付了吧，给大哥一个交代。这中间还有托啊。房产中介说啊，威海是个多么有前景的地方，在这里买房置业准没错。在买还是不买的决定性时刻，张少康让他看着他的眼睛，说名字挂在他名下，
下，保证是真心的。实际上这就是个骗局了，是吧？这个时候把房子挂在他的名下，那实际上就是他按揭贷款呗。爱情真的找上你了，会不会是骗局的疑惑曾掠过脑际？当吴传丽最终说服了自己，那就赌一把吧，反正输赢就是5万块。他误解了啊，他以为就是付个首付就完了，他以为就5万块钱首付，那男的出5万，他出5万，首付10万吗？后面还有几十万的贷款，写的是他的名字。直到有一天啊，2024年2月19日，一个陌生女人在抖音上联系吴传丽，说她的老公同时有3个老婆，所以这个事情就败露了啊。这个张少康推说办不了贷款，能不能把贷款挂在他名下？就是张少康说自己对吧，征信不够，或者这个不够那不够，办不了贷款，那房子写你的名字，贷款也挂在你名下，但是钱由我来付。第1个月啊，痛痛快快付了，之后再也没有付过。他一时束手无策，房子写的是我的名字，他不给你钱，你也没辙。让人无法接受的是，在办完所有房产手续后，张少康不再主动找他，变得冷淡敷衍。那当然了，没时间了，对吧？他下一个目标啊。原本他说2023年国庆节去吴传丽老家与其父母商议订婚事宜，当他开始玩消失，吴传丽一通电话拨过去，没说几句他就嚎啕大哭，说马上女儿和妻子的忌日到了，外面的光线太刺眼，他没有动力。再后来他发现骗子不止张少康一个，在真爱网、世纪佳缘、抖音等各平台，吴传丽找到了和他一样梦碎的老婆们，他们的经历如同一折。到了威海后，不超过10天就被男人哄着骗着，在威海南海新区不同小区买了房。在他整理的一份表格里，有48个受害女性，有32个男人扮演老公，他们互相帮忙。比如自称张少康老板的罗总，都是演员啊，都是销售兼演员呢。很多受害女性都陷入一个误区，以为房子是送的，老公信誓旦旦说要给他们一个家，还说只用1半的首付，名字写女方的，贷款也不用管。这个新京报写的非常长啊，后面啊说一份威海公安局文登分局出具的立案告知书显示，2024年9月，女性们被骗婚买房案已立案调查。结合多份2024年9月到11月间受害女性与文登分局公安人员录音显示，据警方调查，共有50多位受害女性，涉案金额多达几千万元，牵涉多个楼盘，也有贷款银行的工作人员参与，共10多名犯罪嫌疑人，其中一些已被采取强制措施。这个案子很复杂，公安人员向其中一位受害人女性解释。2025年8月7日，一份录音显示，文登分局一位工作人员致电吴传丽，称多位嫌疑人已办理取保候审，其行为不构成诈骗，证据不足，走不下去了，并建议他们提起民事诉讼。对方解释，人家没有逼迫你买，房子写的也是你的名字，你说问题涉及的是道德人品，不是我们可以约束的。实际上这个跟那个年初啊，那个惠州啊，是吧，那个女销售卖了30多套房一样啊，这是反过来的，男销售卖给离异这些女性的。好言难劝，该死的鬼啊！恒大暴雷的吧，恒大2021年9月份暴雷，咱们是一天一期节目啊，一天一期，怎么还有这么多人上当受骗呢？就感觉他们是活在真空中啊！这个搞到最后就是个民事官司啊，确实是啊。那你说你告那个张少康啥呢？他也没骗你钱，他只是让你买了一套房，这房子你是跟开发商买的，你也不是跟他买的，他手上也没房，对吧？你1毛钱也没给他，他没有从他那拿1毛钱，他只是骗他买了一套房，那房子是真实的，对吧？完了之后，最主要是骗他去贷款了，字是他自己签的。什么叫诈骗啊？诈骗是以这个非法占有为目的，就是占有人家财产，那叫诈骗。把你的钱骗到我这儿来，那叫诈骗。他也没把他钱骗他这儿来，然后最后是什么呢？最后无非就是开发商啊给那些骗子公司啊返佣金，那个骗子公司再按这个绩效给这个骗子发奖金，那才多少钱呢？这个里面啊，然后又涉及到开发商，又涉及到这个卖房的这个中介，还涉及到他个人，这个非常复杂。最后你说就是定性啊，搞来搞去恐怕也就是民事案件了，不当得利。如果这个张少康再对吧一口咬定就是谈恋爱，那你不能说谈5个恋爱那就是犯法吧？让我震惊的是，都这个时候了，对吧？还有人上当受骗。他这个事情是发生在2024年了，对吧？这个房地产楼市是什么个形式啊？那些山东那些靠海的城市，对吧？什么银滩是吧？乳山是吧？威海还什么？那都是鬼楼啊！那房子也卖不掉，别墅靠海，走路拄拐，怎么还上当受骗，还跑那儿去买房的呢？我们再看看成都楼市啊，这个
首先是成都这儿啊，有一个凶宅啊要拍卖，这个市场价大概160万，起拍价只有26万，哎，这个差距很大呀。说已有70人报名。11月5日，四川成都一凶宅即将开始拍卖，起拍价26.6万，比市场价便宜100余万。我记得有一期咱们说过了啊，是不是这一套呢？反正现在有70人报名啊，要参拍，说明竞争很激烈啊，说明胆大人多嘛，不在乎什么凶宅不凶宅的，便宜是王道。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呢？就是没有卖不出去的房子。你看这凶宅是吧？按理来说不敢买啊，你只要便宜照样有人买，是吧？就这个就足够说明这个房子卖不掉是因为你贵，你降价试试。今天看到一个自媒体说啊，说这个成都楼市啊一个可怕的数字，什么数字呢？说业内预测成都光是拍这个探盘的博主，就是搞房地产的啊，这些人就专门到这儿踩盘，到那儿踩盘推销房子的，说一个成都就有5万人干这事，确实让我吃惊啊！这么赚钱吗？他说，要知道去年1年成都也才成交9.8万套新房，今年截至11月份才6.6万套，按照年度来说，平均每人每年只卖1套房啊，还卖不到啊，1点几套啊。问题还是说开发商还有大量的自有渠道销售团队。首先这说明啊，成都啊也是个网红城市啊。你想啊，就拍探盘的就有5万多人，那还拍探店的呢，吃播还大街上路拍的，对不对？那个什么春熙路是吧？拍美女的，脖子上挂个相机，像狗仔队一样的，那你说那得多少人呢？5万人探盘，说明这个成都的楼市确实啊到了顶点了，是不是要走这个过气网红城市杭州啊一样的老路啊？很有可能啊。网上有个网友提问啊，他买了一套房，2019年买的，还按揭贷款1个月还2751元，已经还了6年，这不止啊，他还了74个月，还了74个月，他现在啊还欠银行66万4900块，就是贷款的余额还有这么多。但是啊，他这个房子啊找中介看了，挂出去了，说只能卖35万，也就是说啊，他这个欠银行贷款还有66万，但是房子只值35万，该怎么选择？不卖，那你每个月还还2751，接着还；要卖，那就涉及到借钱卖房，因为你还欠银行66万呢，你这一卖还差30多万。这个网友啊说他该怎么办？求助啊！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负资产，他的资产是负的，他努力了这么多年啊，资产是负的。他本来6年前啊，他应该手上有几十万，你看这首付的钱是他自己的吗？经过6年的打拼，6年的努力，他终于是负资产，负的30多万。问题出在哪儿呢？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